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2018年的5月，桃园市发生一件惊人的命案。这个浓毒的红屎胎死家后，搁甲分尸。台某的这个68岁男子陈定科，因为离缘、财产分配的问题，两翁某起口角，抓甲太太胎死，搁甲尸体切做7块，藏伫厝内，企图用石灰要来掩盖气味，要来消灭证据。结果互查囝来发现，专案来现光。陈定科一审互判死刑，也毋过伊律师主张讲，陈定科有精神的疾病。高等法院今仔日2审，互逃过死刑，改判无期徒刑。2018年，陈定科因为分财产问题，对因某真不满，甲刣死，佮将因某的尸体分做7块，因查某囝转去了，发现这个案件互社会大众着检。当时桃园地方法院判伊死刑，不过陈定科不服上诉。律师主张讲，伊当时有精神病，伫今仔日高等法院判伊无期徒刑。他也有清理浴室血迹的动作。就他精神状态的就诊资料显示，他并没有精神上幻听、幻觉或是言语混乱的记录。虽然死刑改判无期徒刑，不过因为姓陈的被告将近70岁啊，高院认为讲会使互伊终身甲这个世界隔离。另外，去年3月，台北市一个有美国硕士学历姓林的女性杀害因老母，士林地方法院本来一审判18年，高院改判有期徒刑16年。因为认为他在鉴定的结果罹患思觉失调症，但是没有达到不能控制行为的程度。姓林的被告做精神鉴定的结果，当时确实是得到思觉失调症，不过高院认为讲，安尼嘛是爱判伊有罪。